話說咧，大家知唔知咩係爆 M 啊？呢度講嘅爆 M咧，唔係指每個月 period 啊、月經嗰種爆 M，係 MDMA 啊，即係揈頭丸 ecstasy。好多人咧覺得好玩，玩一次半次就冇事，但其實咧你係好似玩俄羅斯輪盤咁樣，中獎嘅機會咧永遠唔會等於零，一次就夠你攞白卡啦。外國咧有個 case，一個17歲嘅女仔咧，本身完全冇精神病嘅背景，食咗朋友俾佢嘅 M 之後咧，成個大腦系統崩潰，入到精神病房之後咧，佢連一個完整嘅説話都講唔到，仲出現異常嘅性亢奮，當眾自慰啦，瘋狂跳舞，下一秒咧又突然之間極度多疑同恐懼，最後咧要用幾種重劑量嘅精神科藥物啦，夾硬壓制咗大半個月，情況先勉強好轉。其實呢啲一次中獎嘅 case 咧，香港都有，我做精神科嘅朋友咧都遇過好幾次。點解會咁？因為 MDMA 咧會逼你嘅神經元啦，瘋狂咁釋放大量嘅血清素同埋多巴胺，同時鎖死咗回收嘅機制。大腦咧就好似超載嘅發電機咁樣，過程中咧會產生大量唔穩定嘅自由基，而耗盡咗大腦入面嘅抗氧化物，直接燒壞你嘅大腦細胞。最恐怖嘅係腦細胞死一個就少一個，一世都冇得修復。用一剎那嘅快感去換永久性嘅腦部創傷，到底邊樣划算呢？唔好以為試一次就會冇事，有時終點線呢就係得嗰一次。想知道更多大腦同心理嘅黑暗真相 ，follow 我，好好保護你嘅大腦。